师父要给各位来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我们各地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我看到一本书啊，书很感动，很感动。他说慈悲就有机会。各位，里头介绍美国有一个画家呀，他最贫困的时候，穷困潦倒的时候，连买那个油漆、画布，甚至颜料的钱都没有。靠画广告谋生，后来他在教堂里面修补壁画呀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已经惨到只能住在一个很破烂的车库里头了，走投无路了。但是在车库里头呢，有一只小老鼠啊，经常就吱吱喳喳在他身边跑来跑去的。由于他都是自己一个人，所以觉得小老鼠也是一个挺好的朋友啊，他把它当作一个好朋友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好莱坞要推一部动画片，寻找一些有创意的设计师，有人就找他，你能不能发挥一个创意啊？他就画呀画呀，画了4、5件稿子啊，都觉得不满意了。到晚上的时候，他就坐在那个车库里面呢，咬着画笔，盯着这个画纸呢，正觉得穷途末路的时候啊，那个小老鼠就刚好跑到他的桌子上面，2只小眼睛亮晶晶的这样看着他。各位，这个画家看着这个小朋友，脑子里面突然间跳出一个造型呢，他就开始动笔画了，米老鼠就这样诞生了啦。这个画家就是大名鼎鼎的迪士尼先生呢，各位想不到吧？车库里的一只小老鼠，成就了一位大师，成就了米老鼠这个经典的卡通形象。所以过去的大德就告诉我们，人可以什么都没有哦，就是不能没有慈悲。我们说实在话，假若迪士尼当初没有慈悲的跟老鼠和平共处啊，甚至于把它当朋友来欣赏它，它就不会有米老鼠这个形象的创意嘛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我们说机会到底在哪里？就在慈悲对人对事的心念当中，在那当下，每一个因缘都可能导向成功。所以我过去经常跟我们的莲友介绍，心存的善念啊，天必护之，一定保护你的。如果心存的正念，天必佑之，一定来护佑着你。如果心存的贪念啊，天必弃之，一定舍弃你的。所以我们一个人有慈悲，你到哪里人家都非常恭敬你，欢迎你。所以你要对人好，别人一定对你好。你先恭敬别人，别人也会恭敬你。这一个简单的公案提供给各位大家参考。你对于大地的所有这些有生灵的动物啊，我们一定要慈悲的对待，不要残忍的杀害它。慈悲，你做事情就有机会，一定能够顺利圆满，印途开通，贵人明显。师父简单把这个公案介绍给大家，谢谢阿弥陀佛。